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銀行存款同銀行透支嘅分別。好多人都會以為兩者出自兩個唔同嘅賬戶，究竟係咪真？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嚟解開呢個謎團啦！睇下呢個銀行存款賬，借方係收款，而貸方係支出，所以20X6年12月份，公司嘅收款總額為12000蚊，而支出一共3800蚊。根據第4章結平賬戶，喺20X6年12月31日，應該會出現13400蚊嘅餘額，屬於借方結餘，代表公司有錢存喺銀行。一般嚟講，公司收款應該大過支出，所以銀行存款賬會出現借方結餘。如果嗰日係結算日，呢個借方結餘喺財務狀況表嘅流動資產內，就會出現銀行存款13400蚊，代表公司有錢13400蚊喺銀行。你有冇試過喺銀行戶口入邊嘅錢用晒，但你仲需要用多啲錢？銀行會唔會幫你呢？答案就係銀行透支。銀行透支係指公司提取款額多過喺戶口嘅錢。再睇下呢個例子，20X6年12月份，總收入500蚊，少過總支出嘅6000蚊。喺20X6年12月31日，銀行存款賬出現貸方結餘，即係公司喺銀行透支咗5500蚊，亦都代表公司欠銀行5500蚊。呢個係一個流動負債。值得留意，其實銀行透支唔係一個獨立賬戶，而係由銀行存款賬所產生嘅負結餘。頭先講過，由於銀行透支係公司欠銀行嘅錢，係一種臨時嘅融資方式，所以要喺財務狀況表嘅流動負債內寫上銀行透支。總結嚟講，雖然銀行存款同銀行透支同樣嚟自銀行存款賬，但佢哋嘅性質完全唔同。借方餘額代表公司嘅銀行戶口仍有資金，屬於流動資產；而貸方餘額就代表公司已經提取多過銀行戶口嘅結餘，銀行因此安排透支服務，作為臨時借貸俾公司，屬於流動負債。希望今日嘅學習幫助到你更加清楚理解銀行透支嘅運作。下次見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